我又嚟抽脂啦！之前我咪講過第一次抽脂個醫生做得唔好嘅，跟住咧我今次就係嚟翻收之前做得唔好嘅位置，即係我今次咧就會做翻個雙下巴再收緊啲啦，同埋再抽多少少呢個位脂肪，因為你見到我拍片咧，其實有時都好明顯一個雙下巴。然之後咧，我之前一直抽脂咧，唔記得咗抽呢一嚿胃腩啊，即係一坐低坐得唔好咧，望望到啊！呢嚿嘢啊，就嚟波咁大啊！跟住同埋順便咧，之前我填咗馬甲線嘅，但係因為咧，我其實而家做運動，佢已經個體脂可以貼到好低嘅時候咧，你填咗馬甲線，佢始終都係有少少脂肪喺上面噶嘛。咁我覺得冇需要啦，我自己運動都可以做到出嚟嘅時候，我就取消咗條馬甲線佢，同埋會再做翻一個收緊燙翻平啲皮膚啦。你哋咪好驚皮膚鬆弛嘅，其實我都好驚嘅，所以我就會補埋做呢一個。跟住仲有成個上背重新抽一次啦，跟住手臂抽一次啦。跟住順便再做埋個絲襪護理。咁絲襪手術可以做啲咩呢？就可以填充脂肪落去，令佢望落飽滿啲啦，同埋可以切咗個小陰唇。咁本人就唔係太大問題嘅，咁只不過來都來了啦，順便一次過搞埋啦，有得你啲邊個唔想靚啫？本身呢，我就諗住幫你哋去傾醫院嘅折扣嘅，我諗住呢啲手術可能都過一段時間先做啦。點知呢個醫生實在講得太好啦，佢嗰啲案例都好好睇啦，跟住又完全搏盡咗我標準啦，仲要係用最新嘅技術啦，可以抽到好貼。跟住我就果斷衝咗我自己去幫你哋試先。今次呢，我會由入醫院嗰刻咧拍晒成條片俾你哋睇，咁你哋可以睇翻我嘅記錄，敬請留意下一條片啦，拜拜。